咱现开圣经，咱要来看启示录第1章，咱要对第7节读到看到20节。咱会一段一段的来看吼，一段一段来看。第7节伊讲看伊坐魂降临，正目要看起伊，念册伊的人也要看起伊，地上的万族拢要因为伊来哀哭。这话是真的，真实的。阿门。主上帝讲：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咱今仔咱先来看这几节哈。OK， 所以今仔咱看第4讲，讲到基督甲伊的荣耀。这是对第9节到第20节。但是咱顶礼拜因为时间无够，咱只有看到第6节，所以咱犹原要对第7节看第8节，然后第9到20节。咱来记日这个启示录咱来看规章的分段伫阮某的倒边引言就是第1章第1节到第8节。是全本规本册引言第1节到第4节第1节到第3节引言，然后第4节咱看到第8节，咱看到是使徒约翰伊怎样来写批写这张批互亚细亚的7个教会然后第1章第9节到20节开始的时阵这个是要叫做所看见的代志。看到什么呢？就是约翰看到基督甲伊的荣耀主要有7个荣耀。然后第2章第1节到第3节第2章到第3章的时阵是讲到现在的代志，基督甲伊的教会。当然第4章到22章这个是规圣经这个是较重要的，是讲说讲到全部。大部分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代志，所以这是讲到基督甲伊的国度。当然22章第6节到21节是讲到伊的预言，所以咱要来看一段咱就是用这方面按遐来三合来看。所以当咱看圣经的时阵圣经第7节伊讲看伊坐魂降临圣经内面常常有时阵有一个看若讲看的时阵这是真特别的这是有大代志所以你才着看咱会记得马太福音28章第9节讲到大使命的时阵讲到大使命其实以后有一字看，但是敢若咱中文无翻出来behold， 然后英文是讲 behold， 看意思是大项代志所以当约翰伊写的时阵伊讲看什么大项代志呢就是讲到主耶稣伊要降临的时阵伊是坐着魂来降临所以是讲到主耶稣第2摆过来的代志第2摆过来的代志。当然主耶稣第2摆过来甲叫做世界的历史是讲世界会末了真密切的关系真密切的关系讲到主耶稣来伊要坐魂其实咱伫旧约内面咱会看到我较早有讲就是讲启示录当约翰伊写启示录的时阵有真侪摆又去看旧约的圣经旧约的记载讲到主耶稣第2摆要来的时阵伊要坐魂也是伫旧约伫旧约就伫遐有出现咱三个来看这个旧约是伫但以理书第13章第7章13到14节伊讲但以理伊伫遐伊讲我伫民间的异象中观看，我看到一位亲像人子的亲像人子的
坐着天云啊，天顶的云而来啊，伊就受领到经过上尊者的面头前啊。当然，经过上尊者就是上帝面头前啊，伊就要权柄、荣耀、国度，伊要互逐方、逐国、逐族的人拢侍奉伊。伊的权柄是永远的，无法通废去。伊的国定确袂败坏。所以，但以理第7章啊，讲到历史的路尾站落，就是末后的时阵啊，主耶稣干啊，伊要坐云啊，按天顶来降啊，降临了后的时阵啊，隆重的啊，就是伊的国度啊，伊要建立伊的国度啊，就要永永远远啊。所以意思是世界顶面的国度啊，就要到了一段落啊，就要到了一段落。当然第7章的时阵啊，但以理书第7章啊，咱按第头前来看第2节，看到第8节啊。但以理啊，伫梦去的时阵啊，上帝异象中可以看到规个世界啊的趋向是啥物啊？啊，规个世界有啥物款，有啥物帝国啊会出现啊？啊，然后啊，就啊到啊末后啊，啊，咱来三个看。但以理讲啊，这个是第7章第2节啊。但以理讲，我每间看到异象，看去天四方安尼掀起啊，我伫大海之顶啊，然后有关啊，又看到4个大手对海中起来啊，形状各有无相啊。啊，这个4个大手是啥物啊？第伊讲头一个啊，亲像啥物啊？亲像狮啊，亲像狮啊。但是伊有鹰的舌骨啊。我正观看的时阵啊，这个手的舌骨啊，是背起啊，手就对地掌立起来啊。因两骹徛咧，亲像人一样，各得了人心。啊，这个是啥物呢？伊看到啥物啊？就是咱一只狮啊，然后伊有舌骨啊，伊有舌骨。其实这个啊，我看这个是代表啥物啊？就是代表当初时的巴比伦国啊。巴比伦啊，王国啊，伊伫世界啊是一个真大势力啊，所以讲伫末后啊，这个会起来啊。然后第5节伊佫讲刷落去啊，伊讲我佫有看到这个手啊，亲像翕啊，就是第2手啊，伊边头伊起伫边头2节啊，伊喙齿内面啊有3支裂骨啊，有反复这个手会讲起来吞食。所以伊看到第2只的手啊，是咱啥物啊？咱一只翕哩啊，咱一只翕。然后伊有3支裂骨啊，其实这就是讲到这个国家有3个真强的向的地带啊。咱看这个翕是代表什么国家？安尼了后，我佫看去另外一个手啊，伊亲像啥物啊？豹啊，豹是咱知影伊咧动作，伊咧走真紧啊，伊的背掌啊，有鸟的4个舌骨啊，这个手啊有4个头啊，伊佫得了权柄啊，就是咱一只豹啊，有4个头啊，然后有4个舌骨啊，讲到伊真紧啊，伊咧扩散真紧啊。然后第7节啊，这了后我伫民间的意象中，我观看到第4个手啊，真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啊！然后伊有啥物啊？大铁的齿啊，吞食加喙啊，补喙啊，所存落的就用骹来践踏。这个手啊，甲前3个手啊，大无相同啊，因为伊的头干啊有10个角啊，有10个角啊，所以伊看到有4个手啊，但是这4个手是啥物啊？一只狮啊，有舌骨啊，这就是巴比伦国啊，巴比伦国啊。然后巴比伦国灭亡的时阵啊，就是波西马代起来啊，所以是波西甲马代两个合起来也是当初是一个真强的国啊。然后波西马代差不多是主前500年左右主前500年到差不多主前400多年然后希腊就是主前差不多300多年
就开始强起来啊。啊，希腊做第咱八帝啊，也是真熟悉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啊。Alexander the Great 啊 ，Alexander the Great 啊，哦，所以伊也是亲像一只豹，因为伊真紧啊，伊咧扩展真紧啊，伊差不多规个欧洲规个啊，规个小亚细亚给占去啊。但是个呢，这个 Alexander the Great 啊，伊差不多32岁的时阵啊。伊就按遐破病啊，就死去啊，所以真少年伊就无去啊。当伊无去的时阵啊，伊的国度啊就变分做四个啊，因为伊有4个将军啊，所以各人啊就按遐来管理这个所在。所以希腊国伊也是差不多100几年啊。然后第四个国度的出现啊，就是伫主前63年啊。主前63年的时阵啊，就是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啊，伊有10个国啊，所以这个10个国啊，应该是讲10个人10个王10个王啊，所以这个但以理啊，伊写这个预言的时阵啊，伊是伫巴比伦的这个时代啊，但是上帝会看到讲规个世界的历史啊，就是有这4个国度啊。要来掌管，看咱出来管理规个世界啊！但是第8节人国刷落去，伊国讲的时阵啊，讲我正观看即座国啊，就是看迄个10个国的时阵啊，伊就看到其中啊，佫起来一个小国啊，有一个小的国发起来啊。先前的国中啊，有3个国伫这个国面头前啊，念经，互伊背出来啊。然后这个角啊，有目睭，亲像人的目睭啊，有嘴讲夸大的话，所以到底这个角是什么角呢？其实这个角啊，是讲到将来的代志啊，是到目前啊，也未出现啊，就是咱所讲的敌基督啊。启示录13章的时阵啊，咱会阁继续看到这个小的角啊，但以理啊，伊看到就是看到一桩代志啊，所以伊就讲，迄时我观看伊讲我观看迄个手啊，因为这个小的角讲夸大话的声音受害啊，伊的身躯受损坏啊，忝伫火中来喷烧，其伊的手啊、权柄拢夺去，生命却悠远存留，直到所定的时阵甲日期啊。就是讲到这个小的角啊，伊会受忝伫火中来喷烧啊。咱读启示录啊，我到18章、19章呀，咱会看到这项代志啊。其伊的手的权柄啊，意思是什么啊？就是世界的国度啊，上隆重的权柄啊，拢要归乎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咱怎么看到的，就是讲这个人，伊看到亲像人子啊，伊就要坐天顶的云里来啊，然后伊就要建立伊的国度啊。所以约翰伫这个所在啊，伫伊的引言内面啊，就讲到启示录啊，讲到这个一本启示录啊，是讲到主耶稣啊，第2摆过来啊，伊来的时阵啊，伊就要来建立伊的国度啊，伊要来建立伊的国度。然后伊讲什么啊？睛目要看到伊，念册伊的人也要看去。讲到主耶稣第2摆过来的时阵啊，全世界人拢会看，真人拢会看到伊啊。所以这个物件，这物件这个记载当初时真侪人感觉讲，嫌在50-60年前啊。真侪人感觉讲，这个是较无可能的代志啊！伊讲，你看咱的地球啊，是圆的圆啊，所以主耶稣若按正来的时阵啊，咱在怀伫下底啊，伊要怎会看到主耶稣啊？耶稣若按这边来的时阵啊，怀伫边伫这边也要怎会看到？世界的人要怎会看到但是咱伫70年代开始啊，咱就看到讲，这个变有可能啊，干因为咱有satellite咱叫做咱有卫星的传播，所以世界所发生的代志真紧
咱地球的迄一边啊，就迄阵有已经看去啊。我记得咱会记得啦，伫2001的时阵啊，2001啊，9月19啊，911的事件啊，我记得迄暗发生的时阵啊，伫美国是早起啊，伫咱遮是暗暝啊，拄好拜日暗祈祷会啊了的时阵啊，就讲哦，你赶紧去看 TV 咯，因为咱会看到什么？美国迄个 Twin Tower 怎啊是互飞机来炸，所以迄边咧发生的啊，咱伫菲律宾啊，甚至伫世界各地的所在啊，若看电视啊，拢互咱看到。所以圣经咧讲到讲，睛目要看到伊啊，当初时人嫌在想无啊，但是咱看到科技的发达啊，这个变有可能啊。伊讲甚至连插语的人也要看见伊，上啊是插语的啊，上啊是插主耶稣的。其实插主耶稣就是在罗马帝国啊，甚至甲什么甲以色列国啊，就是在罗马帝国啊，就是在抵挡基督的抵挡主耶稣的国民啊，拢总会看到。咱若看启示录啊，咱嘛慢慢直看。咱讲到上帝啊，伊是将来啊。特别伫因大灾难的时阵啊，伊怎啊讲，互世界每一个人啊，逐个人拢拢干呐去拢陷伫这个灾害内面啊，因个受害者，因有法通看到讲主耶稣要来，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阵啊，因也要看去啊，所以地上的万族啊，拢要因为伊来哀哭啊，拢要因为伊来啊，所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阵啊，所以圣经启示都互人看去啊，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就是伫圣经内面啊，是旧约常常讲主来的日子，还是主的日子啊 ，the day of the Lord 啊，主的日子啊，就是末世的时阵啊，人看到主耶稣来的时阵啊，因的态度是什么啊？因的心情是什么啊？因要哀哭啊，干哪那要哀哭啊？因为这个是什么啊？真惊吓的代志啊，真惊吓的代志啊，因为有审判、有哀哭的代志，但是伫圣经内面常常有讲到主耶稣要来的时阵啊，这个是一个什么啊？有福的盼望啊，有福的盼望啊，是有喜乐的啊。所以到底主耶稣基督来的时阵的日子啊，伊是幽暗的呢，还是光明的呢？其实两方面皆有啊。圣经甲人讲两方面皆有啊。主来的日子啊，圣经旧约常常讲啊，伊是幽暗的日子，是哀哭的日子，是惊吓的日子，是有灾厄的日子啊。然后主来的日子啊，相反也是光明的日子，喜乐、盼望、有福的日子啊。所以看若是上一个点，上一个日子啊，两无相的形容词啊。原来这是看你徛伫倒啦，怀抵挡上帝啊，怀拒绝主耶稣基督的啊，就是讲怀插伊的人，怀拒绝伊的人啊，对因来讲，这是有灾厄的日子，因为主耶稣第二摆来是要审判。但是对于信主的人啊，这个是一个什么啊？光明喜乐的日子啊，是光明喜乐的日子啊。所以对于咱来讲啊，咱也问咱家己啊，你对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阵，你是存着什么款的态度？是惊吓吓的态度呢，还是你欢欢喜喜的态度？这是看咱甲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到底怎啊？看到底是怎啊？所以伊讲到这个时阵呢，伊就讲这个话是真实的，阿门啊！这个话是真实的，是阿門这个伫原文内面啊，这个是两个字这个话是真实的伊的原文的意思是阿門是是的是是的，然后阿門，所以这个是的这个字伊是希腊文是希腊文了希伯来文是阿門两个意思是相同意思什么？这个话是真真实实的、确确实实
会发生的，会确实会发生。所以第8节啊，伊就讲啊到这个上帝讲话咯。上帝讲什么啊？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啊。阿拉法啊，就是阿尔法甲欧米伽，这个是希腊文啊。希腊文的字母啊，的头一个字母甲落尾的字母啊，等于咱英文啊，的 letter 的 A 啊，甲 Z 啊，啊，因为希腊文啊，希腊文是阿尔法甲欧米伽啊。上帝啊，伫遮伊就讲伊是咩啊？伊是万物的根源啊。因为龙开始是对伊的。看啊，你若看，咱有法通看到全世界还是全宇宙，咱现如是所看到的每一项代志，咱的根源是啥物啊？对于上帝来啊，因为一切是对伊开始，然后啊，伊也是欧米伽，伊也是结束啊。所以万物啊，拢总会归结啊，会归到上帝遐去。所以你若看啊，哥林多前书第15章啊，讲到上主耶稣来的时阵啊，然后伊的国度啊，伊会设立伊的国度，然后主耶稣会将这个国度啊，规个国度奉献互什么啊？互天父上帝啊，关在归到上帝遐去啊。所以伊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伊是全能者。伫圣经内面啊，讲到上帝是全能者，伫新约内面啊出现10摆啊，伫新约出现10摆啊，但是9摆啊，拢伫启示录内面啊，互人看到什么啊？看到主耶稣基督，看到上帝啊，伊是大有权能，伊是全能的上帝啊，无有什么物件伫伊的计划之外，无什么代志发生啊，伊毋知影的。咱人有时阵咱知真多啊，但是有一件物件，有真多物件咱毋知影。但是咱的上帝无啊，一切拢掌管伫伊的身上。所以启示录啊，就是互咱有一款的盼望啊，有一款的盼望啊。刷落去啊，咱这个第1节到第8节啊，是这个 introduction 啊，就这个导论啊，是这个引言啊。第9节开始到12节啊，9节到20节啊，这个是头一段啊，头一段啊，咱来三合看啊，咱来看咱的圣经启示录第1章第9节啊。我约翰就是恁的兄弟，甲恁伫耶稣的患难、国度、吞论内面，三甲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互耶稣做的见证，捌伫迄个名叫做拔摩的海岛顶。当主日，我互圣灵感动，听见伫我后面有大声音，亲像雨筒讲：你所看去，就写伫册顶，写互以弗所、士每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狄、腓立腓、铁腓、罗底加7个教会。我转身过来，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啊发声甲我讲话。既然转过来，我就看去有7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亲像什么啊？人子，身穿长衫，直垂到伊的骹，胸前束着金带，伊的头甲伊的头毛拢白，亲像白的羊毛，亲像雪，眼目亲像黑影，骹亲像伫路中亮光明的灯，伊的声音亲像井水的声音，伊的正枪摕着7个星，对伊的喙中出来一支两刃的利剑，伊的面貌亲像烈火，伊的面貌亲像烈日来放光。我一看去就扑倒伫伊的骹前，亲像死了一样。伊就用伊的正枪按着我讲：毋通惊，我是头先的，我是末后的。佫是个准我捌死过，现在佫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摕着死亡甲阴间的锁匙，所以你就将所看去的甲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拢写出来，论到你所看去，伫我正手中的七星甲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迄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咱来看注意第19节啊，19节啊，伊讲，所以你就将所看去的代志，甲现在的代志，并将来必成的代志，拢写出来。啊，咱来记得啦，这个就是规个启示录，咱该分做3段。头一段就是伊所看见的代志，就是伊看到什么？耶稣基督甲伊的荣耀，有7个荣耀。然后现在的代志，现在呢就是约翰伊写的时阵，迄个时阵的代志啊，就是互7个教会7个教会这个是第2章甲第3章，第4章到第22章呢，就是讲到将来必成的教会，这是讲到基督甲伊的国度，咱看到也是有7项也是有7项所以咱看第9节的时阵这就讲到写这张批的人，或者约翰伊讲约翰就是恁的兄弟约翰就是兄弟伫遮咱看到约翰伊迄个时阵已经90几岁了应该90几岁啦所有的12个使徒内面孤单伊雅各活咧其余的拢总已经已经为主顺道，所以伊年纪真大的时阵伊也是伫以弗所一个教会伫咧牧会伫以弗所这个所在，所以当伊写批的时阵当初时的教会的兄弟姊妹拄着真大的困难真大的逼迫约翰同款也是所以讲我甲恁伫耶稣的患难国度吞吞内面拢有份因为伫差不多主前60年的时阵头一摆开始拄着逼迫的时阵是对罗马国来的逼迫是头一个王就是来逼迫基督徒就是尼罗王当然伫主耶稣死了后升天了后教会开始建立起来因已经开始拄着逼迫但是因的逼迫是对倒落来是对以色列人来还是搁这犹太人所以这其中一个真出名逼迫基督徒的犹太人或者什么名或者保罗但是上帝改变伊的生命的时阵伊拄着主伊的生命改变伊无搁再是逼迫基督徒的伊是干伊是按遐来传基督徒来传基督的信息的咱看到上帝就是咧改变这个人伊改变人的时阵伊就变做什么对这个受敌变做上帝仆人其实圣经甲人讲伫以弗所书你我咱做基督徒咱本正甲上帝是对立的因为咱是干局外人咱伫以色列咱是上帝的这个救恩应允之外咱是甲上帝对立的你欠彩你讲无我无甲上帝对敌我的生活我家己我无去插上帝我甲伊是啥物井水不犯河水食水无去犯这咸水所以上帝犯上帝我犯我但是圣经人讲上帝伊是创造咱的伊是干咱每一个人应该是属于伊当咱家己行咱家己的路咱是离开了伊咱是甲伊做受敌但是伫主耶稣内面咱这个受敌的身份无去咱甲上帝和好所以主耶稣伫12节顶互咱甲上帝和好毋但和好咱甲有亲密的关系真做伊的行李真做伊的行李所以约翰伊就是伊甲当初时会做基督徒伊做什么兄弟伊讲我约翰就是恁的兄弟其实伊有法通讲
我约翰啊，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有法通甲你讲无？有法啊！啊，然后伊也是高价啊，伊诚实是主耶稣的使徒，甚至啊，伊规世人啊已经90几岁咯，伊拢军地主忠心的来侍奉啊。伊有法通讲伊的身份出来，但是咱看到伊真谦卑啊，伊真谦卑啊。咱看到圣经啊，真侪上帝答应的人啊，因个真谦卑啊，伊袂伫遐来讲啊，到你看我是谁啊？摩西伊真谦卑啊，咱讲到以赛亚啊，当伊看到上帝的异象的时阵啊，伊就讲：哎呀，我是什么罪人啊？我是罪人啊！保罗啊，伊有机会啊，通去到第三层天啊，伫哥林多后书12章，伊讲我去到第三层天啊，但是伊讲我捌，伊无讲是伊啊，伊讲我捌一个人啊，伊去到第三层天啊，伊伫心我还是伫心内，我毋知影。但是伊去到遐，伊听起真侪奥秘的代志啊。但是伊无讲迄个是伊啊。但是你若该读伊所写的伊的搁在字里行间伊的话语啊，伊就是咧讲伊家己啊。但是伊有原也谦卑啊。我特别咱若看到保罗看到保罗伊怎啊谦卑是咱学习的。伫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9节你有法通家记起来，到时你后摆你再来看。15章第9节讲什么保罗讲伊讲我伫使徒当中是做第水伊讲到伫所有的使徒内面伊是干伊是做第水然后到以弗所书第3章第8节，这个是经过10几年后当伊写以弗所书的时阵第3章第8节伊讲什么？我比真信徒毋是使徒并所有的信徒中最水也阁水。我比真信徒所有的信徒最第水的信徒我比伊阁较水所以迄时阵伊是叫做大使徒咯，但是伊感觉无伊比起来也水。到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提摩太前书是伊得要离开世界的时阵伊写，伊讲啥？伊讲伫罪人当中，我是什么？我是罪魁所以你看卖，伊讲伊使徒中做第水，然后伊是圣徒中做第水，搁较水，然后伊讲所有的罪人，伊是罪魁，伊有迄款的伊啉捌主伊愈啉捌主伊就愈看到伊家己的缺乏，伊就知影伊家己的不配。所以咱看到约翰三番伊到年老的时阵伊有缘伊真谦卑伊讲我就是恁的兄弟然后伊讲伊甲上帝甲伫耶稣内面的患难国度吞吞拢有份意思是啥？伊做信徒伊做主耶稣的门徒是使徒伊甲其余的基督徒相反拢受到真大的逼迫因必须着受患难必须着干哪子伊讲因为伊互耶稣做的见证因为上帝的道甲为耶稣做的见证干哪因爱受逼迫因为耶稣的道上帝的道意思是什么？因为信主真侪人因为信主的缘故就互人安遐拄着真侪的困难咱感谢主咱伫菲律宾的这个国家咱真自由咱有法通自由敬拜咱自由有法通分单场咱有法通自由去甲人传福音但是伫真侪的国家伊无一款的自由甚至特别伫一摆疫情的当中伫中东的所在是从咱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因伊将礼拜堂因会甲伊烧将基督徒安遐甲伊赶出去甚至要甲伊拍死因为因是基督徒因为因是基督徒的缘故所以其实咱为着上帝的道徛在咱为着上帝的道来做见证咱才是会拄着什么？拄着患难的圣经保罗讲伊讲谁要决志伫上帝
伫个生活顶面啊，徛伫一条要虔诚的道理啊，伊的确会拄着患难的。请问啦，我问你啦，你做基督徒啊，兼且有已经做真久了，你有拄着患难无？你有拄着困难无？还是你有拄着逼迫无？兼且咱有拄着困难啊，是咱生活顶面的一个困难。但是咱是毋是捌为着主的缘故，受着互人安遐来欺压？伊讲无，我为着主的缘故，我要徛伫这条，我无要做即项代志，然后你会拄着干呐困难啊？所以咱兼且拄着会较少啊，所以去年拄着较少啊。所以到底是啥物呢？到底问题出伫啥物？是毋是因为咱无好好为主来活啊？其实咱无拄着困难啊，咱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啊！啊，上帝也阁是真恩待咱啊！所以既然上帝恩待咱啊，咱毋通干呐自找苦吃啊，毋通家己找苦来食。啥物意思啊？毋是讲说你毋通去传福音啊，可是你传福音会拄着困难啊。咱是讲啥？你毋通特别去干呐？去互人干呐？来互你啊，来逼迫你。我甲恁讲一个例啊。我伫台湾咧读册的时阵咧读神学啊，有一摆啊，我咧看到有一个教会啊，其实伊是叫做新约教会啊，新约教会。这个教会虽然伊教会是用新约教会啊，但是咱讲伊是异端啊，伊是异端啊。因为伊真侪物件，伊讲的甲圣经无相，但是因干啊，因有迄款的热心啊，所以因常常伫庙的门口啊，来传福音台湾知影真侪庙啊，但是因传福音啊，因叫做什么？因跳伊歌伫遐喊真大声，甚至就骂人爱讲恁所信的啊，全是偶像啊，全是魔鬼啊，全是无路用的啊！你着来信遐说。当然，咱传福音啊，你毋是安尼来骂人啊，你按人的面头前啊，按遐来骂，当然会互人起什么？互人会无欢喜啊。所以无欢喜的时阵啊，就该赶出去啊。因佫无要互人赶，就安尼有时阵兵来啊，警察来啊，要甲伊赶，伊甲因拍啊。然后因就讲什么？阮为主来干呐受苦。其实这个毋是为主来受苦，这个是家己咧干呐头皮疼。圣经无讲咱着安尼用即款的方法啊，所以咱毋通来头皮疼家己来找苦。搁一项啊，搁较重要啊，咱毋通帮赞别的信徒啊，有即款的经历啊。人讲你都无拄着苦难，所以我将苦难加互你啊，我挑工来向下你啊，通互你干呐，互你经历啥物叫做苦难啊？咱也是毋通安尼。咱着有干呐？圣经讲，咱着有一个受苦的心志。虽然咱目前无受苦，咱毋知影咱毋知影将来会怎但是当咱受着逼迫的时阵，你是毋是有法通为主的缘故徛伫这条呢？你徛伫这条呢？然后咱来看刷落去伊就讲伊伫拔摩岛我有去互恁看一个图看拔摩伫倒啦。第10节伊讲当主日，我互圣灵感动，听起伫我后面有大声来找当主日所以这个主日到底是什么？这个有两个讲法大家讲法是主日就是咱现主席所讲的礼拜日是主日是咧敬拜的时阵所以当约翰伫遐咧敬拜的时阵上帝就互伊看到这个异象就有法通将上帝的启示按遐临到伊的身上伊用伊所看起的遮物件该干写起来这个是有一个讲法但是有另外一个讲法讲这个主日英文是 The Lord's Day The Lord's Day就是主的日子主的日子就有人讲这个主的日子其实毋是讲到礼拜日这个主的日子哪是讲上帝会灵将约翰该带去
带到主的日子的时阵啊，当然主的日子是将来的代志啊。啊，咱现主是啊，主的日子也未到啊。是的，咱伫末世啊，咱现主是伫末世，但是主的日子未来咧。主的日子啊，伫圣经内面啊，就是讲啊到什么大灾难的日子啊。我通讲第个7年，落尾7年的大灾难，迄个我通讲圣经所讲主的日子啊。所以上帝啊，会能啊将伊带去到遐，因为啊，敢若即遮人啊认为讲，伊个主日啊，毋是礼拜日啊。因为当初是伫第1世纪啊，甚至到第2世纪啊，才开始啊，第2世纪啊，看咱村中看咱村中啊，还是落尾啊几年啊，才开始啊，有用这个主日做礼拜日啊。啊，咱啊星期日啊，迄个时阵才开始有甲伊叫做主日啊。啊，那伫新约啊，咱看到伊是讲做啥物？7日的头一日啊，毋捌用主日啊来形容的啊。所以这个主日啊，是旧约啊，常常有啊，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啊。所以 The Lord's Day 是主的日子啊。所以啊，意思是啥物啊？当上帝互伊看去的一撮物件、一撮意象啊，隆重啊，大部分啊，特别对第4章开始啊，到第2章是讲啊到主要来的日子啊，是主要来的日子啊。所以我互圣灵感动啊，顶2礼拜前我讲啊，伫圣经伫新约内面啊，伫启示录内面啊，我互圣灵感动啊，意思是啥物啊？圣灵互我啥物啊？带我入去伊内面啊，伫圣灵内面啊，意思是啥物？这个是真有可能啊，是伊看到异象的时阵啊，圣灵将伊家干提起来，互伊伫圣灵内面看到异象。这亲像以西结啊，你若去看以西结第1章、第2章、第3章，我到讲上帝的手啊，是上帝的手伫伊身上啊，将伊家提起来啊，提起来，然后互伊去到另外一个所在，其实是互伊看去异象啦。所以启示录啊，有4摆啊，讲到约翰讲，我伫灵内面看到一个异象啊，我伫灵内面看到一个异象，所以伊所看去啊。伊个人也阁是伫拔摩岛啊，所以伊看去啊是看去异象啊，然后伊有法通听去声音啊，伊听去啥物啊？伊讲后面有大声音啊，亲像虎来出现啊，有大声音啊。伫圣经内面啊，讲到大声音的时阵啊，常常是来表示啥物啊？表示讲上帝会显现啊。当上帝要显现的时阵啊，有大声音啊。亲像虎的声音，然后上帝显现啊，上帝要宣告这个真重要的代志的时阵啊，就有大声音。出埃及记啊，当上帝降临伫西奈山的时阵啊，就讲到以色列人听去大声音，亲像虎来出现啊，因为上帝降临伫西奈山，上帝将10条诫安尼来分来互以色列人，所以当约翰一听到的时阵这个意思是什么？就讲上帝来显现然后伊听到迄个有重要的代志要甲你讲所以当伊活过来的时阵伊听到个声音甲伊讲啥？伊讲你着写上你所看去你着写起来，通互第7个教会的人当然，我顶礼拜有讲咯。虽然讲讲是要互7个教会但是这个信息是要互所有的信徒、所有的教会，甚至毋单是当初时的教会是历代以来所有的教会。干因为每人的第2章、第3章当伊甲某一个教会讲话的时阵伊就定定讲一句话什么？有耳当听的就干应当听，所以意思圣灵对教会所讲的话，有耳通听就应当听，所以包括你，包括我，这是咱就来听。所以约翰伊听到这个声音的时阵伊爱知讲是啥甲伊讲的伊就活过来第12节伊活过来的时阵伊就看到啥物
伊就看去7个金灯台啊，然后灯台中间有一位好亲像人珠，诶，有一位好亲像人珠啊，啊，所以这个人讲什么啊？上啊来甲伊讲，这个讲话是啥啊？是亲像人珠，那人珠啊，人子 ，the Son of Man 啊，这个啊，咱知影是咧指啥啊？是咧指主耶稣基督啊，啊，这个是咧指主耶稣基督啊，伫新约啊，特别伫马可福音啊，常常讲到耶稣是人子啊，是人子啊。其实这个人子啊，啊，这个人子这个事啊，昨晚咱有看到咯，是伫什么啊？但以理书第7章遐头前啊，就是头一摆讲啊到人子就是主耶稣啊，所以伊看到主耶稣啊，伊伫倒啦，伊伫灯台的中间啊。伊看到有7个，伊看到有7个金灯台啊，但是发声毋是7个灯台咧发声，是伫7个灯台中间啊咧行诶，一个人子啊，这位人子啊，然后伊就按遐来讲啊到即位伊所看到诶，即位人子是啥啊？伊来形容啊，伊怎啊形容啊？伊形容到伊诶。伊敢若穿长衫身穿长衫，这个穿长衫，这个是讲到古约啊，这个祭司所咧穿的时阵啊，祭司所咧穿的迄个衫就是这个字啊，所以讲到主耶稣有祭司的身份啊，然后伊有戴金带，讲到有君王啊。又讲到又有君王啊的身份啊，然后伊敢若伊头毛啊，甲伊头拢白啊，白亲像油毛啊，伊目睭啊亲像黑烟啊，什么意思？目睭亲像黑烟，真金啊！意思有法通看透所有的人啊，所以圣经有讲讲上帝的眼目啊，来看透全世界所有的人，所以伊毋但看到咱一个人啊。伊看到咱人内面、心内面所有的物件什么啊？伊的骹好亲像用个光明的灯啊，光明的灯。所以伊的声音啊，亲像干嘛？真水的声音，真大声。意思伊有迄款的权柄啊，有迄款的权威啊。然后伊手内面摕7个星对伊手中啊，有刃啊，有一个刀啊出来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上帝主耶稣的话啊，都有力量。咱来看这个啊，讲到主耶稣，约翰啊是主耶稣的门徒，伊甲主耶稣3年做一个，伊是耶稣所听的门徒，所以伊捌耶稣，但是伊即种看到的耶稣，甲伊曾经所明白的耶稣完全无相。伊看到主耶稣荣耀的这身躯，你若咱怎么读的圣经啊？你若去好好看，伊真做什么啊？亲像什么？亲像什么？如同什么啊？意思啊，约翰啊，伊看到耶稣啊，实在是真荣耀啊！伊袂晓要怎来形容啦，所以伊就用什么？伊就用一个字眼，讲亲像大水的声音，亲像灯亲像黑烟伊来。将耶稣基督啊，伊国活了后，伊迄款的荣耀啊，互人看去，互人看到讲主耶稣啊，伊是大有荣耀的主啊，伊是大有荣耀的主。然后伊讲伊是什么啊？看到这个7个灯台，这个7个灯台到底是什么啊？你若看第1章的20节伊还有讲又甲咱解释咱会记得啦，启示录伊是一个启示文学、启示文学一款的写法英文叫做 genre apocalyptic literature 是一款的写法有时阵咱讲说你咧记代志你咧述说，是你咧写文是你咧写诗你的题材无相。
啊，这个叫做启示文学啊，内面有真侪 symbolism 啦，真侪物件来代表啦，啊，来代表，亲像7个灯台到底是什么？啊，其实啊，即遮伫启示录所讲的遮物件，真侪伫旧约内面你会看到啊。咱若看旧约的时阵啊，咱会知影讲啊，这个啊，约翰伊看到伊写落来的时阵，到底是代表什么啊？啊，然后若无啊，圣经伫启示录啊，也是会讲啊。你若看路马节啊，20节啊，论到你所看起啊，伫我正手中的7星啊，甲7个金灯台的奥秘啊，7星就是什么？7个星啊，就是教会啊，7个教会的使者啦。啊，使者英文是叫做 messenger 啦。啊，使者常常伫圣经内面啊，讲使者就是天使，但是使者也是有法通讲啊到因的代表的人物啦。所以7个教会的代表，也是讲7个教会的领袖，有法通讲这个7个啊，勘采就是咱啊现主是讲是教会7个教会的牧师的领袖啊。所以这个7个星啊，是伫什么啊？上伫主耶稣的手中啦。意思什么啊？主要是伊的百姓，伊所竞选伫教会内面来牧养教会啊。然后7个灯台呢是7个教会啦。好，7个灯台是7个教会。当然，咱若看到灯台啊，灯台啊，咱就会记得灯台唔是光 ，OK， 会记得啦。灯台唔是光，啊，光是什么啊？啊，灯台啊是一个器皿啊，发光的器皿啊，啊，所以灯台啊是教会啊，教会本身啊是发光的器皿。咱的光是伫倒啦？光是上帝的道啊，光就是上帝的道，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啊。所以啊，咱的教会7个灯台教会啊，应该是着发光啊的一个器皿啊。咱的教会，上帝有使用咱来发光无啊？上帝有使用咱来发光无？这个是咱的功能。当教会无法通发光的时阵，就失去了伊的功能。那心灵那光啊，伫圣经内面啊，我互恁看一张图啊。这个是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1到第6节啊，第1到第6节啊。撒迦利亚看到这个异象啊，伊看过讲什么啊？有2丛，有2丛橄榄树啊，有2丛橄榄树啊。然后伫这个橄榄树中间啊，有一个灯台啊，啊，这个灯台啊，所以这个灯台啊，是有标教会啊。所以灯台内面啊，有7盏灯啊，有7盏灯啊。了，伊讲每一个，然后啊，伫这个2丛的橄榄树啊，有管啊，有一个什么啊？这个什么管子啊？好，有一个光啊，按遮落来啊。然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看当像一个碗，所以橄榄树啊咧出油啊，跩油啊隆重去一个碗咧啊。然后碗啊有7条，有7个管，有7条光啊，啊，去每一个灯台顶面，每一个灯盏啊，7盏灯啊，所以7盏灯啊，才有法通干啊发光啊。所以这个什么啊？跩油啊是代表什么啊？对橄榄树的油啊，就是代表心灵啊。心灵啊，就伫教会中间啊，教会才有法通为主来发光啊，才为主来发光啊。啊，所以求主帮助咱啊，咱教会啊，唔是孤单一个建筑物啊。其实你我咱每一位基督徒，咱就是教会一份子啊。所以咱应该着干那发光。咱要怎样发光啊？咱本身无光啊，啊，咱是一个器皿啊。啊，心灵伫咱内面的时阵啊，咱就有法通来发光啊。啊，约翰看到是看到主耶稣伫7个灯台的中间咧行啊，7个灯台的中间咧行，代表什么？主耶稣
伊的教会的中间。上帝主耶稣爱甲咱三甲伫地，所以咱每一摆三甲组织来敬拜主的时阵啊，无论是咱的崇拜会，无论是咱的团契，无论是咱的查经，无论是咱的祈祷会啊，主耶稣干啊，拢是伫咱中间。从今仔日啊，虽然咱每一个啊，结伫咱的厝内啊，有人讲啊，真水爱讲 ，in the comfort of our home 啊，伫咱厝内也舒适啊，也爽的一个所在啊。当咱伫遮来三甲聚会的时阵啊，上帝也是讲主耶稣基督啊，三款伫咱的中间啊。所以当主耶稣显现呢，伊看到耶稣了后啊，伊就啊第17节伊讲什么？我一看去就干啊，就趴倒伫伊骹前，亲像死一样。而是当咱看到主耶稣的荣耀啊，咱每一个人啊，在世会俯伏伫主的面头前。以赛亚当伊伫圣殿内面，伊看到上帝的荣耀啊，听到啊，基路伯底下咧讲啊，圣哉圣哉圣哉的时阵啊，伊就干啊，伊就俯伏到主的面头前啊，伊就俯伏伫主的面头前啊。相款啊，当咱伫主的面头前啊，当咱看到主啊，咱也是俯伏伫遐，然后主耶稣就遐安慰啊，讲毋通惊，我是头生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存活的，我把世界搁活过，活到永永远远的，并且摕着死亡甲阴间的锁匙。所以当人真惊的时阵，主耶稣伫遐来安慰咱。啊，相反啊，咱拄着一个问题的时阵啊，咱向主事啊，咱向主事啊，真艰苦的时阵啊，咱要怎啊？哦，咱免惊遐，因为主耶稣伫咱的中间啊，主耶稣伫咱的中间，所以伊就讲约翰吩咐伊什么呀？你着该写起来啊！啊，你着该写起来，你所看见你写起来，因为主愿意啊，影响的什么呀？主耶稣基督啊，伊愿意互咱明白将来要发生的代志啊，所以啊，伫第刷落去啊，咱会阁看讲，伊到底上帝还是主耶稣，互伊启示啊，将来所要发生所有的代志啊。啊，然后对咱到底是怎啊？咱知影了后，咱就应该怎啊生活？迄个是最最重要。所以咱今仔日啊，咱就看到第1章啊，20节。